女仔必知七大胸型分類，買內衣前一定要睇清楚。好多女仔都會諗，點解我買咗10年內衣都係唔啱嘅？其實唔係你唔識揀，而係你未真正了解自己嘅胸型。今日我想帶你用最簡單嘅方法認識七大胸型分類，等你以後買內衣永遠都揀啱。唔同胸型需要完全唔同嘅內衣剪裁，如果揀錯款式，就會出現以下呢啲情況啦。第一點，胸杯即係件內衣完全冇貼服你胸部，喐下就走位啦。第二點，壓杯呢個情況同頭先會有所唔同，完全相反，係塞到爆咗，令到胸部有壓住。呢種唔係集中，係會令到你個胸部脂肪走晒去後面或者其他位置，長期着會影響身體。第三點，側邊谷出副乳，呢種係由長期着嘅內衣冇幫你鎖住腋下嘅脂肪，通常生完 BB 或者係豐滿嘅女性更要留意內衣嘅合適度啦。第四點，肩帶成日跌呢啲情況，你可能以為拉緊啲就可以避免，其實唔係咁簡單，主要係內衣版型唔合你體型，應該揾一啲具備防跌肩帶功能嘅內衣。最後就係着 T 恤變扁塌，呢種情況就係提托同集中度都唔合你胸型，而呢啲全部都係因為胸型同內衣唔匹配而造成嘅。首先係胸型唔等於罩杯尺寸，兩個同樣 C 杯嘅女仔胸型都可以完全唔同，所以了解自己屬於邊一類胸型係買內衣最重要嘅第一步。以下開始話你知呢七大胸型到底係點樣嘅。一、圓形 round， 呢種圓形胸係上下左右都平均飽滿，特點係着咩款都好睇，着 T 恤後睇落更加自然圓潤，特別適合圓杯、輕薄棉杯同埋軟鋼圈嘅提托款。二、淚滴型 teardrop， 亞洲女仔最常見嘅類型，特點係下方飽滿，上方較自然，形狀似淚滴，特別適合着上薄下厚杯、集中托高款同埋軟鋼圈圓杯，呢啲款嘅內衣都非常易提升線條㗎。三、外擴 East West， 胸距較闊，向外側輕微開，着住 T 恤嘅時候呢，容易變無胸感。佢哋適合着有側推集中設計嘅高側比翼嘅，同埋收副乳剪裁嘅內衣款式，係改善胸型最明顯嘅一類。四、下垂型 relax 就係胸部較軟，上胸部分位置較空，重心向下，常見於生育後、40歲後或者脂肪較軟嘅女性。佢哋適合着軟鋼圈、高側位包覆、4/5杯或全包杯嘅穩定圓杯型嘅內衣，可以重整線條，提升整體形態。五、運動纖長型 athletic 嘅，胸線比較直，脂肪比較少，整體偏纖長。佢哋適合着集中托高或者係增加立體度嘅棉杯，可大幅改善平胸感。六、唔對稱 asymmetric， 其實70%以上嘅女仔左右胸唔一樣大嘅，爭大概係5%至20%都係完全正常嘅。佢哋適合着可拆式小墊棉杯或係可調整空間嘅款式，令視覺左右更平衡。七、側滿或者高位型，即係西褲或者 high set， 胸距較窄，側邊較飽滿，容易有副乳，適合着高側比翼、側推集中或者係穩定包覆款嘅內衣，可明顯改善腋下位突出。認識咗自己嘅胸型，就等於揾到最適合自己嘅內衣。你屬於邊一種呢？留言話我知，我可以推介最啱你嘅款式。